嘉义中部伫今年3月成立头一间时代健身房，为福部加国建署也正认同这款的规划，希望伫未来4年内会当伫全国设200多间，同款是时代健身房。时代配合教练的指示，使用健身器材。嘉义县中部乡的武平社区，今年3月成立嘉义县第一间老人健身房，唔但有器材通使用，阁有教练指导。社区暗算开放予一般民众来使用。 不过需要去减收一寡收费。因咧教练有专业，人安怎迄个动作要安怎用，甲恁教咱才会晓。若无咱学爸母就唔知影要安怎用哩吼，差足济啦。会有这样的收费机制，是说希望就是说，当然场馆维护清洁，那使用者付费的概念，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，透过就是固定的稳定的收入，可以让器材上更丰富、更多元。除了教练甲器材，社区嘛配合大学运动科系的学生。 培养社区长照人才，或时代健身的观念，会当拓到别个社区。原来学的不一定会就一定要这样子用，需要一些更改，然后这样子滚动式的调整，才可以这样子真的适应在这个社区上。为了要了解这的经营模式，卫福部长教师甲国建署嘛专工来这视察。国建署表示，未来4年内要伫全国设立200多间这种艺发健身俱乐部，不过也是希望建立使用者付费的观念，和政策的执行会当固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